徐佳莹出道10年，终于在去年的金曲殿堂上首度封歌后，接着与导演男友比尔贾登记结婚，完成人生大事，更3度站上小巨蛋开唱。2018年可以说是拉拉的大事年。徐佳莹，言不由衷，愿你永远安康，愿你永远懂得飞翔。全白华丽衣上登台，金曲歌后拉拉徐佳莹3度站上小巨蛋。徐佳莹，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，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，高亢又带着满满的情感。徐佳莹才一开唱，就把观众情绪带入其中，除了有大家熟悉的情歌外，她更展现动感的一面。歌手徐佳莹，我为大家表演咒称棒是徐佳莹。病人，自以为天使无所不能。病人跳脱一开场的柔情氛围，不止在舞台翻滚，徐佳莹用棒式唱完一段副歌，可以说是完全豁出去了。歌手徐佳莹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不翻真的是全身发痒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居然可以在小巨蛋的舞台上滚成那样。我妈她到后台看到我第一句话说：“妹妹，打滚好棒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完全不能怪我有这种基因，你知道吗？我被妈妈称赞了。”她的脱序演出获得妈妈肯定，也让全场粉丝笑翻。拉拉的好人缘也显现在舞台上。顽童 MJ116 vs 徐佳莹，过多自卑，收下就不用找。酒色财气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，回家自己玩18段变速玩具通宵，帮我排新的小姐123 chill。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辣台妹。徐佳莹 vs 萧敬腾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，连2天找来男神们助阵，有嘻哈天团顽童以及歌王萧敬腾，挑战饶舌也尝试摇滚，但公司女同事完全不在乎他的表现。歌手徐佳莹，全部都给我说，喂那个瘦子他的腰好厉害哦，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。然后他们就是完全在看演唱会内，在看顽童内台上优美开唱，台下爆料魂喷发，自然又大方的个性，圈走不少粉丝。而他开唱时，身份早已转变。6月金曲奖之时，徐佳莹击败张惠妹、彭佳慧等人，首度封后。上台前兴奋亲吻当时还是男友的比尔贾，获得国语专辑奖。比尔贾更左右献吻，她也难得大放闪，在台上感谢男友。比尔贾男友力也爆发，台下手比爱心回应。萧敬腾 vs 徐佳莹，给所有的入围者都有一个家人的名额，坐在附近。比尔贾先生，他到底有没有坐错位子？有坐错还是没有坐错？他没有做错。8月时宣布喜讯，婚纱照自然又甜蜜。徐佳莹和导演比尔贾相差11岁，合作不安小姐 MV 相识。2014年公开认爱，从初期先少晒恩爱，到现在大方认定彼此。拉拉今年封后又成为事业看似水到渠成，但这10年来其实起伏不小。徐佳莹身骑白马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以创作精灵著称。2008年，徐佳莹参加第3届超级星光大道歌唱选秀比赛，以自创曲让人惊艳，夺得总冠军出道。徐佳莹，失落沙洲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。2010年以首张专辑《风光》入围6项金曲，抱回最佳新人。
颁奖人李亚明 vs 范晓萱，得奖的是徐佳莹啦啦创作专辑。徐佳莹身骑白马，我身骑白马，走三关。徐佳莹成为星光班第1位摘金歌手，满满创作能量大爆发。徐佳莹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？徐佳莹，寻人启事，请让我拥有你。2015年，徐佳莹以专辑《寻人启事》入围第26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、最佳国语专辑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等6项大奖，呼声相当高，却一项都没拿，铩羽而归。徐佳莹，喜欢你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徐佳莹，咕叽咕叽，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？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。徐佳莹，我好想你，我还垫着脚思念。有迷幻，有深情，有俏皮。徐佳莹参加大陆歌唱节目《我是歌手》第4季比赛，靠着多变的唱腔、行云流水的转换，在大陆打出知名度。徐佳莹 vs 林俊杰，不为谁而作的歌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？找来超强帮唱林俊杰，虽然没拿下名次，但对啦啦来说，演艺路已经不一样了。歌手徐佳莹，我那时候如果却步没有去的话，我现在就还是之前的我耶。成功打进大陆市场，演唱多部电影电视剧主题曲，不止自己唱的歌曲动人，也替许多大咖助阵词曲。艾怡良 vs 张惠妹 vs 徐佳莹，傲娇，红了眼，发高烧，青蛙腿，假清高。徐佳莹从当年选秀小女孩，经过10年历练，摇身一变成为乐坛创作才女，能唱能写，要继续从音乐中展现能量。